是会当更较开放小可啦，啊，当时会当出国啦。这个问题大家拢真想要知影，到底敢有时间表？美好部长陈时中就公布节目讲，看看整体的一个 RT 值的变化，控制在 RT 1.2以下了，这是觉得警戒值低于1，等下安哥来把每天的看那些确诊数它的曲线的一个斜率啦，那会不会再起来？那我们要看未来的危险因子，我们疫苗覆盖率是不是还够不够？如果说它现在够了，那危险因子等于被拿掉了哦，那未来会走向开放的趋势，那就是很合理的。专家嘛是也双手赞成，台大感染科医生黄立明高算，疫情若较缓，上天会使开放伫车内食物件，甚至7月、8月会使放搁较灵，包括取消餐厅的假放、门会租，和室内聚会人数增加，甚至连食连者嘛会使退场。所以你要做的事情，第一件还是尽量增加疫苗接种率，第二个你要加快这个可以诊断疾病的能力，整个重症跟死亡人数会降得很低。那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去做疫调，10年制就失去它的功效了。不过，虽然甲规定放零，要是会集体挂喙암，伫前浪和病毒共存这条路啊，恐惊要是会继续挂喙암几啊年。我是喜顾亚外，你订阅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了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也不要忘记收看华视新闻杂志哦。